香港曾經靠買地撐起半壁財政，如今卻要靠借錢喐儲備過日子。呢場靜雞雞嘅財政大轉型，早已關乎每一個普通人嘅銀包。點解短短幾年，支撐香港幾十年嘅土地財政會徹底失靈？看似轉正嘅財政盈餘背後，藏住點樣嘅債務隱患、市場冷遇同結構危機？今日我將成套底層邏輯、最新數據、機構預警全部拆透。呢條片我唔帶任何偏見，淨係用2026年最新官方數據、標普權威評級、市場真實反饋，完整拆解香港財政正經歷嘅歷史性轉折，由買地收入懸崖式暴跌、千億發債常態化、42年首次動用外匯儲備，到人口結構真假回暖、樓市股市稅收異動、北區基建遇冷、商業地產深度分化。我會一次性講清楚所有表象、內幕同未來趨勢，睇完你就能徹底睇得明香港經濟正發生嘅深層變局。全程乾貨冇廢話，建議完整睇完收藏留底。好多人平時睇新聞只睇到碎片化嘅利好或利淡，總覺得香港經濟有回暖有好轉，但只要你沉下心睇成套財政數據，就會發現一個無比殘酷嘅事實：香港維持咗幾十年嘅買地養成模式已經徹底行到盡頭，而且係不可逆嘅結構性終結。擺喺5年前、10年前，買地收入都係香港政府最核心、最穩定嘅財政來源，妥妥嘅經濟壓艙石。高峰期，香港一年嘅買地收入接近1000億港元，體量極其龐大，穩穩撐起全港1/5嘅財政收入。嗰陣時嘅香港財政底氣足，緩衝口，唔使靠發債，唔使喐儲備，單單土地收益就能支撐城市建設、民生開支、公共服務嘅絕大部分支出。但到咗2026年，一切都徹底變咗。根據世邦魏理仕嘅最新專業評估，2026至2027整個財政年度，香港嘅實際地價收入大概率只會落喺140億至160億港元之間。大家自己計一筆數，由高峰期近1000億跌到如今100幾十億，縮損幅度超過85%。呢種斷崖式暴跌已經唔係短期市場波動，係徹徹底底嘅結構性崩塌。更加尷尬嘅係，就連呢個大幅縮損嘅數字都仲未到政府自己定落嘅預算目標。原本政府預估本年度買地收入可以有180億，結果專業機構測算嘅真實數據直接比官方目標少咗20億到40億不等，預期再度落空。可能好多人對呢個數字冇直觀概念。我再俾大家一組最扎心嘅對比，曾經土地相關收入可以到香港全年財政收入嘅1/5，妥妥嘅核心支柱。但到咗2025至2026財政年度，呢個比直接暴跌到僅剩3%，1/5對比3%，支柱產業徹底淪為邊緣收入。香港財政嘅底層邏輯已經被徹底改寫。而家嘅香港土地市場流標已經唔係偶然現象，而係常態化結局。成個2026年，香港已經有5幅官方地皮正式流標，入面包含4幅優質住宅用地、1幅商業用地，冇開發商願意接盤，或者出價根本達唔到政府底線，最終只能全部收回。就算政府主動下調估值、降低預期，市場依舊唔買單。7月初嘅赤柱環角道豪宅地，官方已經大幅下調地皮估值，最終仍然只得4份標書。所有出價全部未達底價，無奈流標收回。呢個亦係時隔9個月之後，香港官地再度出現流標，足以證明高端地皮市場嘅信心低迷。單單呢幅地皮嘅市場最低估值就有205.6億，就咁白白丟空，冇人接盤。唔止豪宅地，剛需住宅地、特色地塊同樣遇冷。東涌東新市鎮擴展區嘅首幅住宅官地，津門大欖嘅限尺地皮，全部接連流標，慘遭滑鐵盧。累計落嚟，今年流標嘅地皮總地面積達到620萬平方尺。呢啲土地原本可以興建超過5000個住宅單位，最終全部擱置，冇人開發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政府唔繼續劈價買地，快速回籠資金？其實而家政府嘅思路已經徹底轉變。世邦魏理仕嘅執行董事鄭害賢就坦言，今年政府嘅買地計劃唔再追求短期收益，唔再衝年度數據，而係主動貼合冷清嘅市場實況，
用更克制、更有紀律嘅方式推出土地，優先保障長期市場穩定，唔再盲目售土地。但克制嘅背後係無法掩蓋嘅財政困境。標普已經明確俾出預判，未來2到3年，香港嘅地價收入都唔會出現任何顯著復甦，土地財政嘅回暖希望基本落空。呢個就引出咗所有人最關心嘅問題：買地收入近乎腰斬再腰斬，支柱徹底失靈。香港財政點解仲未爆煲？甚至官方仲公布財政已經提早3年轉正，擺脫赤字。答案好簡單，亦係最隱蔽嘅隱患。香港正式進入咗發債建成嘅全新時代，靠大規模舉債，硬生生將財政赤字抹平，靠借錢維持城市運轉。2026年2月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布最新財政預算，出一個看似亮眼嘅成績。2025至2026財政年度，香港綜合賬目成功扭轉赤字，錄得29億港元嘅盈餘。原本市場預估要到2028至2029年先至擺脫財赤，而家直接提早3年實現，看似係重大利好。但我必須拆解呢個盈餘嘅真實成色，睇完你就知呢個根本唔係經濟回暖、財政好轉嘅真實結果，完全係造賬方式帶來嘅假象。本年度政府發行咗1550億港元嘅政府債券，同時償還咗517億嘅到期舊債。大家要記住一個核心關鍵點：政府發行債券嘅收入喺財政賬目入面會直接計入財政收入。如果我哋剔除晒所有發債所得，唔計借錢嘅收入，香港本年度真實嘅財政赤字仍然高達1000億港元。1000億嘅真實赤字靠借債硬生生填平，最終變成29億嘅賬面盈餘。立法會嘅研究簡報都直接督穿咗呢個假象，明確扣除發債淨資金之後，香港嘅基本財政赤字依舊存在。所謂嘅轉正盈餘完全係紙面數據，唔具備任何可持續性。唔少經濟學者都公開質疑呢種靠舉債堆出來嘅盈餘毫無參考意義，反而會掩蓋真實嘅財政壓力。而接落嚟嘅2026至2027財政年度，發債力度只會更大，唔會更細。新財年香港政府嘅整體開支會上漲6.9%，達到8434億港元。開支規模持續走高，尤其係北部都會區嘅各項基建項目全面鋪開。未來5年，香港每年嘅基本工程開支都會穩定喺1200億港元嘅高位，基建燒錢速度肉眼可見。為咗支撐龐大嘅基建投入，政府直接上調咗發債上限，綠色債券、基建債券嘅夾計借款上限有7000億，直接提升至9000億港元。足足增加咗2000億嘅發債空間。單2026至2027年度計劃發債規模就高達1600億。財政司司長反覆強調，所有債券資金只會用於基建投資，絕對唔會用嚟支付日常營運開支，債務結構非常健康。同時官方預估5年後香港政府債務 GDP 嘅比率只會由而家嘅14.4%上升至19.9%，仍然處於穩健安全區間。但市場同民間嘅擔憂從來冇消失過。過去5年，香港嘅基建開支已經累計飆升超過40%，開支增速極其誇張。更加關鍵嘅係，而家嘅發債資金有超過一半都唔係用嚟新建項目創造價值，而係用嚟償還舊債、支付利息。即係話，香港財政已經靜雞雞進入咗借新還舊嘅債務螺旋。呢個係比短期赤字更加可怕嘅長期隱患。官方都坦誠承認，未來數年北部都會區嘅開發會持續推進，每年1200億至1300億嘅基建投入唔會中斷，非經營帳目會持續赤字，發債會成為常態化操作。毋庸置疑，香港已經徹底告別靠土地創收嘅舊時代，全面買入1000億級常態化發債嘅全新時代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好奇，一邊係買地收入暴跌，靠借錢度日，另一邊香港嘅人口數據卻在回暖，呢個到底可唔可以托底經濟，挽救財政頹勢？我哋嚟睇最新嘅真實人口數據，睇完你就會發現，看似回暖嘅數據藏住深層嘅結構隱憂。2026年8月18日，香港統計處公布嘅年中人口臨時數據
直接打破咗持續多年嘅人口流失悲觀論調。截至2026年年中，香港總人口達到751.83萬人，對比上一年年中增加咗19400人，整體升幅0.3%。人口能夠止跌回升，核心原因唔係自然生育回暖，而係大規模人才輸入、人口移入。過去一年，香港錄得39800人嘅淨移入人口，即係移入人數遠遠大過移出人數。正係呢批新增人口，直接抵消咗本地人口嘅自然減少，穩住咗整體人口規模。呢兩年香港推出嘅各類人才計劃、輸入勞工措施，效果確實肉眼可見，平均每年有12萬至13萬人通過各類人才渠道赴港發展。單2026年嘅前7個月，高才通計劃就收到咗超過22000宗申請，呢個數量已經到舊年全年申請總量嘅63.5%。人才引進嘅速度仲持續加快，睇落形勢一片大好。但如果我哋深挖內部結構，隱患即刻暴露無遺。喺人口回暖嘅同時，香港嘅自然人口結構仲持續惡化。過去一年，全港死亡人數50100人，新生嬰兒僅29700人，人口自然減少20400人。簡單講，香港正加速老化，生育率持續低迷，靠外來人才強行托舉人口總量，本地內生人口活力仲持續衰退。立法會議員李浩然都多次提醒，香港絕對唔可以淨係睇總人口回暖嘅表面數據，必須多管齊下應對結構性老化問題。好多新來港嘅人才、勞工最在意嘅住房、醫療、教育、生活配套，目前依舊存在大量短板。而家嘅香港已經實現咗搶人才嘅階段性目標，但最難嘅留人才考驗啱啱先開始。大量人才湧入，可唔可以長期定居？可唔可以轉化為真實消費力、生產力？可唔可以真正紮根香港？全部係未知數。如果配套跟唔上，居住成本居高不下，發展空間有限，就算搶到人才，最終都會慢慢流失。咁既然財政模式徹底轉型，人口結構好壞參半，國際權威機構又係點樣看待香港嘅財政前景？我哋直接睇標普嘅最新評級報告，最客觀、最中立嘅外部判斷，往往最能睇清真相。2026年5月，標普全球正式確認香港長期信貸發行人評級為 AA 加，即係全球第2高嘅信貸評級，同時維持穩定展望。喺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嘅大環境下，呢個評級本身已經係對香港金融韌性嘅高度認可。標普都明確肯定咗香港嘅核心優勢，人均收入水平高，財政儲備體量龐大，外部資產負債表強勁，聯繫匯率制度公信力充足，呢啲底層優勢依然穩固。但標普完全冇美化問題，直接點出咗香港財政最致命嘅核心病灶，以從地產週期嘅傳統財政模式已經徹底難以為繼，土地收入大幅萎縮係不可逆嘅結構性問題。標普數據同樣印證，土地相關收入由曾經嘅財政1/5暴跌至如今嘅3%，未來2到3年都唔會有明顯復甦。呢種核心支柱嘅崩塌，會長期制約香港財政嘅復甦空間。不過標普都俾出咗相對樂觀嘅判斷，目前香港已經擺脫咗對土地收入嘅絕對依賴。2025至2026財年喺土地收益大幅下滑嘅前提下，經營帳目依然實現咗盈餘，即係話後續土地市場再疲軟，都唔會俾整體財政帶來額外嘅拖累。同時標普預判，受北部都會區巨額資本開支影響，最遲至2029至2030財年，香港整體財政都會維持赤字狀態，但赤字 GDP 嘅比重會控制在4%以內，整體風險可控，財政依然安全。但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安全唔代表不變，可控唔代表冇壓力。香港幾十年不變嘅財政底層邏輯已經徹底改寫，呢個係所有人都必須正視嘅現實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疑惑，政府一邊瘋狂發債、動用儲備、土地收入暴跌，一邊大力推進北部都會區，呢個被寄予厚望嘅超級工程，而家市場認可度到底如何？可唔可以真正帶動香港經濟突圍，挽救財政頹勢？我哋直接睇北區首個片區開發項目嘅真實接標結果，真實市場反應
遠比官方口號更加誠實。2026年7月3日，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片區開發項目正式截標。呢個係北部都會區落地嘅首個片區開發試點，意義重大，係整個北都區商業模式嘅試金石。呢個項目體量非常可觀，總土地面積接近11公頃，包含3幅住宅用地、3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，涵蓋住宅、產業、公共設施多重業態。建成後可以提供約3120個住宅單位，係實打實嘅大型綜合開發項目。但最終嘅市場反饋遠遠低過市場預期，只能用冷淡2個字形容。成個重磅項目最終僅收到2份標書，入標陣容分別係恒基地產獨資投標，以及有中國海外、順和置業、京東集團、招商局置地、華人置地海外、中國旅遊集團6間企業聯合組建嘅財團。而新鴻基、長實、新世界呢啲傳統本地頂級龍頭房企全部缺席，冇參與。大家對比下就知落差有幾誇張。舊年呢個項目徵集意向階段，一共收到22份意向書，超過60%都係港資企業，市場熱度極高，信心充足。結果真正正式投標嘅時候，熱度直接暴跌，絕大多數本地房企選擇觀望撤退。世邦魏理仕都用市場反應較預期溫和嚟委婉形容呢次冷清結果。點解重磅北都項目會遇冷成咁？係市場冇信心，定係門檻太高？風嘅調查報告俾出咗最客觀嘅答案。問題根本唔係房企唔想賺錢，唔係睇淡香港，而係新模式嘅准入門檻徹底淘汰咗傳統地產商。呢次北都試點首次用全新嘅雙信封評審模式，地價報價只總分值嘅30%，剩低70%嘅評分權重全部睇非價格承諾。簡單講，政府唔再淨係睇邊個出價高，更加睇重房企嘅產業導入、就業創造、工業設施營運、片區綜合開發能力。開發商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單純攞地建樓買樓快速回款，必須兼具住宅開發、產業營運、園區管理嘅綜合能力。呢種轉型係只會買樓嘅傳統地產商完全唔具備嘅。所以風先會話投標組合遠比標面數字更加樂觀，能夠吸引本地龍頭獨資、中資同科技企業聯合入局，證明市場依然有真實興趣，只係准入邏輯徹底變咗。發展局局長漢豪都表示，2份標書都係嚟自有實力、有份量嘅企業，係非常正面嘅信號。但無論點樣解讀，都掩蓋唔到一個事實：北部都會區嘅商業模式正倒逼香港地產行業徹底迭代，有建屋買樓嘅賺快錢模式，轉向長期產業營運嘅重資產模式。呢個轉型過程漫長且艱難，市場信心短期內好難快速修復。土地市場遇冷，財政靠發債托底嘅同時，香港嘅商業地產市場都呈現出極其撕裂嘅分化格局，一邊回暖，一邊暴跌，暗藏整個城市嘅商業變局。2026年8月19日，仲量聯行發佈最新地產報告，出一個看似利好嘅數據。7月底，香港整體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回落至12.8%，創下31個月以嚟嘅新低，亦係2023年12月之後嘅最好水平。核心商圈回暖尤為明顯，中環寫字樓空置率按月回落0.8個百分點，降至8.0%，係2022年6月之後嘅最低值。尖沙咀寫字樓空置率穩定喺6.7%嘅低位。整體商務市場看似逐步復甦，7月份整體寫字樓淨吸納量達到31.3萬平方尺，需求確實喺穩步回升。呢波回暖嘅核心動力嚟自金融業嘅持續租賃需求，金融企業擴租、搬遷、升級辦公場地，直接托舉咗寫字樓市場。但大家千祈唔好被單一數據誤導，整體回暖嘅背後係極大嘅不確定性同慘烈嘅歷史落差。年初世邦魏理仕仲預判2026年寫字樓空置率可能衝高至接近18%，仲量聯行此前都預判今年空置率會維持喺15%左右。而家嘅回落更多係租金大幅下調之後嘅被動需求釋放，而唔係市場信心全面修復。最殘酷嘅數據擺喺眼前，目前甲級寫字樓嘅均價
對比2018嘅歷史高位，仍然暴跌49%，近乎腰斬。價格嘅深度縮損，足以證明商務地產嘅價值重估仲未結束。如果話寫字樓市場仲有回暖跡象，咁香港嘅商市場就係徹底嘅持續寒冬，頹勢完全冇反轉嘅跡象。差餉物業估價署嘅官方數據顯示，2026年香港商空置率已經攀升至12.5%，創下超過40年嘅歷史新高。核心商券嘅街雖然連續2年小幅回落，但空置率仍然維持喺11.1%嘅高位，人氣遠遠不如從前。購物中心嘅情況更加慘烈，優質商場空置率由2023年第二季嘅6.0%飆升至2026年第二季嘅13.7%，短短3年時間直接翻倍。呢一組數據正式說明了當下嘅市場真相。金融行業回暖帶動甲級寫字樓小幅復甦，但全民消費模式徹底改變，北上消費常態化，線下實體凋零，核心商市場持續崩盤，商業地產嘅結構性分化已經成為不可逆嘅常態。租金下調，空置高企，價值縮損，實體商業嘅調整遠遠未結束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問：土地財政崩咗，靠發債托底，地產市場分化嚴重，咁香港財政點解仲頂得住？其實關鍵秘密藏喺部長嘅印花稅收入入面，呢個亦係目前香港最核心嘅財政緩衝。2026年5月4日，香港稅務局公布最新全年稅收數據，交出一份超預期嘅亮眼成績單。2025至2026財政年度，香港整體稅收達到4583億港元，創下歷史歷年新高，同比增加838億，整體升幅22%。當中最亮眼嘅就係印花稅收入嘅爆發式暴漲，年度印花稅收入有上年度嘅638.8億，飆升至1025.65億，年度增幅高達60.59%，直接突破1000億關口。稅務局局長陳思維都坦言，呢波印花稅暴漲主要得益於樓市成交回暖，股市日均成交額大幅提升，資本市場同樓市嘅活躍度硬生生撐起咗呢筆巨額稅收。除此之外，利得稅收入2126億，同比增加349億，薪俸稅977億，增加88億，各大稅種全面增收，共同推高咗整體稅收規模。目前印花稅已經成為香港政府第二大收入來源，僅次於利得稅同薪俸稅，完美填補咗一部分買地收入暴跌留低嘅財政缺口。可以毫不誇張咁講，舊年財政能夠成功賬面轉正，1000億印花稅嘅爆發式增長居功至偉。但我必須提醒大家，呢份亮眼嘅成績完全唔具備可持續性，隱藏住極大嘅不穩定性。印花稅嘅核心邏輯係高度依賴股市、樓市嘅成交活躍度，市場熱，成交旺，稅收就暴漲；市場冷，成交淡，稅收就暴跌，波動性極強，完全冇法好似土地收入咁提供長期穩定可預期嘅財政支撐。官方其實早就預判到呢一點。2026至2027年度，政府預估印花稅收入會小幅回落至1010億，按年下跌2%，看似跌幅唔大，但已經足以說明官方自己都唔信呢波暴漲行情能夠持續。為咗盡可能穩住稅收，增加財政收入，政府都出台咗最新嘅印花稅調整政策。本年度預算案明確，將價值超1億港元嘅豪宅單位印花稅稅率由4.25%上調至6.5%，加幅高達52.9%。今次加稅每年能為庫房帶來約10億嘅額外收入，但影響範圍極細，僅僅覆蓋0.3%嘅高端住宅交易，唔會衝擊普通樓市，屬於精準好高端市場嘅羊毛。但杯水車薪嘅增收根本無法替代曾經1000億級別嘅土地財政，只能作為短期緩衝，解決唔到長期結構性問題。短期靠印花稅托底，中期靠發債續命，長期靠北區轉型。除此之外，香港仲有一個終極財政底牌，就係外匯基金。但最新嘅動向顯示，呢張終極安全底牌亦都已經開始被動用。2026年2月嘅財政預算案爆出一個好多人忽略嘅歷史性重磅消息，
政府正式提議從外匯基金調撥1500億港元，分2個財政年度撥付，每年撥750億，全部注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，專門用於北部都會區同各類大型基建項目。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個時間節點。上一次香港政府動用外匯基金支持基建係1984年，今次操作係時隔42年嘅首次破例，意義非同尋常，亦直接印證咗當下財政嘅緊張程度。官方反覆安撫市場，強調今次動用儲備完全安全可控。消息人士解釋，2025年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創下歷史新高，達到3300億港元，整體總資產突破4.1萬億。今次調撥嘅1500億總資產比例極低，完全係一次性嘅特殊安排，唔屬於常態化操作。資金全部用於基建投資，轉換投資方式唔會用於日常營運開支。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都坦承，近年土地收入持續偏低，係今次破例調撥儲備嘅核心原因。呢句說話直接點破真相。土地財政失靈之後，政府已經不得不動用終極儲備嚟填補基建開支嘅巨大缺口。好多財經評論人士都發出警示，外匯基金係香港金融體系嘅最後一道防火牆，係抵禦金融風險、匯率波動、外部衝擊嘅終極安全網。幾十年嚟，香港始終嚴守底線，唔輕易動用外匯基金儲備，就係為咗守住金融安全。如今破例動用，相當於打破咗堅守40年嘅財政底線。長期嚟睇，必然會壓縮金融緩衝空間，削弱安全壁壘。我哋再睇財政儲備數據，截至2026年3月31日，香港財政儲備約6572億，預計2027年3月會小幅升至6793億。看似儲備體量依然龐大，家底充足，但大家要計一筆數，每年1000億級嘅基建投入，1000億級嘅發債規模，持續萎縮嘅土地收入，波動極大嘅印花稅收入，多重壓力疊加之下，財政儲備嘅消耗速度只會越來越快，緩衝空間正被持續壓縮。而家我可以完整復盤香港財政正經歷嘅百年一遇嘅結構性大轉型。過去幾十年，香港靠土地創收，靠買地養成，財政穩健，家底厚實，底氣充足。而家買地收入由1000億高峰暴跌至100億級別，土地財政徹底失靈，財政轉正靠發債做賬，真實赤字持續存在。為咗維持基建運轉，時隔42年動用外匯終極儲備，人口看似回暖，卻深陷老齡化困境。地產市場一半復甦，一半寒冬，靠短期暴漲嘅印花稅臨時托底財政，由買地養成到發債建成，再到喐儲備穩基建，香港嘅財政模式已經徹底改寫。好多人覺得呢啲宏觀數據、財政變局同普通人無關，但我想講嘅係，所有城市級嘅財政轉型，最終嘅成本、代價、變化都會逐層傳導，落到每一個香港市民嘅生活、收入、資產同未來之上。未來幾年，香港會持續處於轉型陣痛期，舊嘅增長引擎徹底熄火，新嘅產業、財政、經濟模式仲喺培育。呢段時間嘅調整同蟄伏係必經嘅過程。最後，我想問下屏幕前嘅大家，你點樣看待香港土地財政嘅徹底落幕？你覺得1000億發債、動用儲備嘅模式可以長期穩住香港經濟嗎？北部都會區可唔可以成為香港下一個20年嘅增長引擎？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觀點，我哋一齊深度交流討論。如果你睇完呢期深度拆解，睇得明香港財政嘅深層變局、地產分化、人口結構同未來趨勢，覺得呢期乾貨內容對你有啟發、有收穫，麻煩讚好、收藏、轉發俾身邊關心香港經濟、樓市、未來發展嘅朋友。想持續睇得明香港最新嘅經濟數據、政策變局、市場風向，唔好錯過每一期深度解釋。記得點擊關注，持續鎖定我嘅頻道。